講到這休熱期間，真濟學生囡仔會去出國交流。因為這教育部有查到講，這淡江大學、東海大學去到中國交流，打着紅線，攏甲因扣30萬的補助款。因為其他私立大學違規的部分，也佫佇咧調查。另外，這中國國台辦有推出着台青醫家這個網站呢，鎖定台灣的少年人。劉宇輝就強調講，這個網站是統戰平台，而且中國會收集你的句子。暑假期間，為咗大學安排2項學術交流活動，不過教育部這陣查到，淡江大學甲東海大學去中國交流打着紅線，所以分別扣減30萬種補助款。佮講還有其他的私立大學違規案等地調查。我們還是3令5申了哈，提醒各校在暑假期間赴陸交流，還是要配合政府的相關規定。我們在過程中也都跟教育部來保持密切的溝通。根據了解，淡江大學是因為交流活動違反對等尊嚴原則，東海大學是協助公告中國活動無照規定登錄。對這件代志，2校回應會檢討行政流程，強化審查去中國的交流案。不過當時陽明交大團報所也有證據，並且捌入選中國教育部中江學者的香港教授委員，也有現任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郭良文擔任教師評審委員會的委員跟主席。教評會的這一個成員的一個組成是真的有瑕疵的，他應該這一個改善。那高教師也已經在做全面的一個了解。陽明交大表示，2人任期攏到7月底開會審議時陣無利害關係，未來牽涉到中國任職也是學術合作，會照2項法規進行處理。中國統戰手法一直變，國台辦進前推出台青醫家網站，鎖定台灣青年講合作去中國求學實習加就業這個資訊，佫設置生活指南加台青經驗談專區。以青年的失業率來講，還有以工作的這個條件跟環境來講，台灣都比中國大陸好太多了，沒有必要打腫臉充胖子，硬是要用這種服務台青的這種做法，其實就是要來遂行他統戰的目的，或者是要收集我們年輕朋友的個資哦，把個人的完整的資料，然後來提供給中共來去做利用的話，這些都應該要去謹慎的去評估個資外洩的一個風險。事件台青醫家是統戰平台，而且有可能收集個資。劉偉輝嘛指出，年底9合1選舉在要到啊，一定中國會以更較濟經濟利益，也是針對特定族群等誘因，想要求台灣民眾會持續密切掌握相關的情況。記者採訪報道。